大家睇住咯，一滴水都唔使加嘅薑蔥焗魚腩原來咁好味，又香又滑又唔會太過燥熱，而且佢做法好簡單，一睇就識。魚腩喺佢口肉嘅位置同佢戒幾刀，咁樣容易入味，加上熟得又均勻。然之後呢啲黑婆全部同我刮晒手，呢啲黑婆又腥又臭啊！跟住我哋倒啲薑蔥水落去，屋企有礦嗰啲同我放多2羹鹽，我哋幫佢做一個全身滑沙邊。呢一步唔單止去腥，仲可以令到肉質更加緊實。捽勻之後同佢浸10分鐘，喺呢個時間裏邊，我哋去調一個豉汁醬，一啲啲蔥粒、蒜蓉、薑粒、拍水咗嘅豆豉、浸過水嘅陳皮蓉，佢係豉汁醬嘅畫龍點睛之筆，用熱油蘸香佢。調味方2羹鹽、半羹白糖、少量生抽，最後再嚟啲蠔油。我哋唔使驚佢太鹹噶，因為大部分嘅鹽都會留翻去煲底。浸好嘅魚腩記得幫佢吸乾水分，將剛剛嗰啲嘢倒入去，搽均勻嗰條魚佢，等佢雨露均沾。熱油爆香啲薑蔥蒜，爆香之後就可以將條魚放喺邊，將剩低嘅嘢都倒埋落去，喺煲邊整3啲鬼根味落去，用酒精氣嚟焗熟條魚。要細火焗佢6到7分鐘，開咗蓋之後真係香到啪啪聲啊！喺最後嘅地方跟隻筷子入去，輕鬆穿得過證明熟咗。呢一個做法又嫩又滑又好食又簡單，你都快啲翻去試下。做人最緊要開心，你今日笑閪咗未啊？